新北市伫今仔日，搁再增加162个本土病例，是全国上界济所在。针对着指挥官陈时中所提出的大台北地区，也搁有家人桃园，就要进行民众快筛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新北市早就伫咧推动筛检路，也正期待中央政府的政策。新北市对这会开始试办轻症点厝的照护计划。12即天，市长侯友宜也去到三中区公所视察区级的关怀中心。有民众对居家照护真有可能会造成周边感染的几率。侯友宜表示讲，会用电子围篱也搁做好环境消毒，来降低周边感染的风险。好，你今天是第5天了，你今天有没有快筛啊？新北70日开始试办居家照护计划，马将检疫隔离关怀中心升级做 COVID-19 居家照护关怀中心。29个区公所嘛同步成立区级关怀中心，随时协助居家照护者。不过将轻症无症状的人留点厝的，也是有无共声音，惊有社区风险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确诊。我们对所有的确诊者以及居家隔离的被照顾者，我们都要用包容、体谅、支持的方式，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。侯友宜表示，会用电子围篱做好环境消毒，降低周边感染的风险。面对中央10日嘛宣布轻症点厝，参药局配合的关键，药师工会、全国联合会12日嘛伫线顶来讨论，表达全台地方工会拢愿意来配合，预计全台会有3成的健保药局来参与。不管健保药局的药师用什么方法，24个小时内一定要送到这个民众的家里门口拍照，并且打电话给民众。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补充，到厝送药的部分，以慢性病用药的需求甲轻症病人，缓解用药为主。另外，嘛将建议各乡定市区，至少要有一间药局来提供服务。记者陈亚文、曾派文采访报道。